想要请问哈，刚才提到那个秩序派和应成派他们的所遮是不一样，说秩序派的所遮是第十，然后应成派的所遮是自信成立。那可是我不知道这两个第十跟自信成立它的内涵是什么，就是听到那个词啦，可是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样。好，谢谢。这边呢，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，应成派呢还有秩序派他们的差别。那我们在讲述到秩序派讲述第十成立的时候呢，成立的方式为何？那我们知道说，一般我们在讲述到呢，就是非唯由自心显现真上之安立，为诸法自体实有。那这个呢，最主要就讲到说，就是两者和合。那什么叫做两者和合呢？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，是两者和合，但是应成派呢，并不承许两者和合。那两者和合是指哪两者和合呢？就是以秩序派的角度来说的话呢，就是任何一法呢，它呢是由我们的心去安立。除了心去安立之外呢，那境上呢也是存在的。境那一方呢也是存在的。那它在安立所破的时候呢，是安立什么呢？就是非唯由自心显现真上之安立，它并不是由分别心去安立之外呢，它是在诸法，它本身是在它境的那一方为境上而有，为境上而有这一点呢，是它所不成立的。它承许说呢，就是心呢，我们去安立之外呢，境上呢也是存在的。就比如说呢，瓶子呢，除了由我们的心去安立之外呢，瓶子它除了秩序派所安立的瓶子，就是我的心去安立之外，安立这个东西为瓶子之外，那瓶子在瓶子的境上呢，它也是要存在的。它只不过不是瓶子，它唯有它境上那一方而成立，还是要关带的我的心之外。所以对于秩序派来说呢，它是承许说这两个呢和合之后呢，才能够安立一法，或者说诸法呢，它都是要由心去安立，以及境上呢，它本身就是存在的这两点呢，二者和合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去安立诸法。所以呢，秩序派呢，它在举譬喻的时候呢，他会用就是幻术喻。那幻术喻我们在讲述到说他如何去安立说二者和合呢？就讲到说，一方面呢，他先魔术师呢，他是先在就是在这些木头还有小头之上呢，他先就是念咒。那同样呢，还有这个咒力呢，就是进去的观众呢，因为这个咒力的缘故，他才会把这个木头还有石头呢看成大象跟马。所以呢，如果说只有观众的眼睛呢，就是碰到这个药力的话，那木头跟石头你没有去念咒的话呢，那它还是没有办法变成象跟马。所以由此来比喻说，二者呢它是要和合的，就是镜上面的木石它本身是要有的，那好透呢心去安立之后呢，那你才能够把它显现出为象马。那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，应成派它并不是用这样的譬喻，应成派是用神上蛇来做譬喻。它的为什么讲说自性不成立，或者说自相不成立呢？它讲是以镜上蛇上蛇去做譬喻的，就是绳子呢，它本身并不是蛇，绳子它本身并不是蛇，我们会把它看成蛇呢，完全是因为我的错乱的分别之呢去安立的。那不过这一点呢，就是我们之后再去做解释。那总而言之呢，应成派秩序派呢，他在承许说诸法为第十成立的时候呢，他所讲的说秩序派他承许说诸法他在安立的时候是心去安立，境上也成立，但是什么时候会成为第十成立呢？就是他除了这两点之外，他不是由心去安立，也不是境上而有，他是唯独境上而有的这一点呢，那对于秩序派来说呢，这个是他的所破。那以应成派来说呢，他并不承许说二者和合，因为呢，他认为说如果有一法呢，他只要是在境上成立，不管你是不是为境上成立，他只要是境上成立的时候呢，那就表示说他不用关带任何的支分，他不用关带知和有知，他本身呢就可以不关带任何一法。那这种成立的方式呢，就是所谓的自相成立。所以应成派他只承许说诸法都是为分别心所安立，他并不能说为心安立之外，你的境上呢本身也是成立的。那这是这两派最主要的一个差别。所以呢，我们是讲述到秩序派呢，他安立幻术师的这个譬喻的时候，最主要的就讲到说，就是我们会看到象马，最主要的原因呢，是因为说它的这个基础呢，就是木头或是树枝呢，或是这些小石头呢，它本身呢就是有沾染到咒力的这个药粉。那同样的呢，
观众呢他的眼睛呢也有沾染到咒力的药粉，那两者合合之后呢，观众呢才会把这个木头跟石头呢显现为象跟马。那如果说呢只有观众的眼睛呢沾染到咒力的药粉的话呢，那就如同是唯由心去安利，就是说如果你的镜上面呢就是木头跟石头，它如果没有沾染到咒力的药粉的时候，唯有观众眼睛沾染到咒力的药粉的时候呢，他也一样，他只会看到木头跟石头，说他没有办法把这些木头跟石头呢显现为大象跟马，所以一定要是两者呢都为咒力的药粉所沾染之后呢，然后才会看到观众才会把这些木头跟石头呢看为大象跟马。所以比喻到说二者合合，就是除了心去安利之外呢，那境本身也是要存在的，两者合合之后呢，那才能够去安利诸法。所以这个呢是秩序派他承许的。那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，应成派是用神上蛇呢来做譬喻，就是呢他承许说诸法都是唯由心之力去安立之外呢，境上呢并没有真实的，境上呢它不会有任何的成立，境上是不成立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说神上蛇呢，这个他为什么用神上蛇来做譬喻呢？因为如果说境上是成立的话，就是绳子是蛇这一点，如果境上是成立的话，那应该我们任何人看到绳子的时候都会把它直视为蛇，但是没有，就是我们唯有错乱的这种两只呢会把绳子直视为蛇之外呢，一般我们是不会把绳子看为蛇的。但是如果境上是成立的话呢，就是神上蛇这一点如果是成立的话呢，那应该任何的人看到绳子的时候呢都会把它直视为蛇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应成派他只承许说境上是不成立的，唯有分别心安立。所以我们在从这两个譬喻能够理解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秩序派他所认为的地识成立，还有应成派所讲的志向成立呢，两者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了。